大家好，我係大聲啲上面嘅觀眾，想唔想再開心啲？我哋都準備咗啲，邊個想要 Sammy 嘅？現場大現全場暴叫，點解？鄭秀文做咗乜嘢？而家喺拍 video 劇哦，明明係工作日，現場已經逼滿晒人。廢話唔多講，AD 用老人家角度帶你繼續睇落去。先同我哋大馬嘅 fans 打聲招呼同埋拜個早年啦！大家好，我係夜王嘅 VJ Sammy。再次歡迎你哋4位嚟到馬來西亞 ，OK， 同我哋宣傳呢一部啦賀歲片《夜王》嘅 ，OK。咁我都想問下嘅，因為咧其實大家對於呢一部電影啦有好多嘅好奇，甚至乎哇，今日終於可以見到啦，係啦，就想問下導演嘅，咁想問下成個團隊當中邊個係最強嘅捱夜王呢？我哋通常都係朝頭早8點鐘就會 roll 機正式拍攝，而佢哋每一位女士、女演員係要凌晨3點開始化妝吹頭，咁即係凌晨2點鐘到就要出發。如果 Sammy 佢要做埋運動先至再出發呢，就即係夜晚12點幾1點開始要 prepare。咁所以其實佢哋每一位都係捱夜王。掌聲好不好？太強了吧！在場3位演員都係辛苦晒，辛苦晒。每次都要吹好耐，咁但係為咗角色我係心甘情願同埋做得好樂意嘅，同埋最緊要靚。靚唔靚？應該係話好靚，3、2、1，好靚！大聲啲上面嘅觀眾，好靚！可能可以3個字，好鬼靚！3、2、1，好鬼靚！哇，超正啊你哋，好勁啊！咁我想問嘅 ，OK， 做到 Sammy 啦。都差唔多10年冇翻嚟馬來西亞啦，嚟到呢一度嘅時候，或者係喺機場即係一路咁樣飛緊過嚟嘅時候，最掛住馬來西亞啲咩呢？當然我嘅粉絲啦，同埋馬來西亞嘅呢份熱情啊，即係永遠都係令人感覺賓至如歸，好開心。有冇掛住馬來西亞嘅美食啊？有啊，譬如話榴蓮啊、肉骨茶。仲未食啊嘛，因為太趕啦，成個行程。陣間食嘅，點都攝到時間揾你食。說不定等你們可以野生捕獲 Sammy 鄭秀文嚇 ，OK？ 咁我哋而家要麻煩一下 V 姐上身，用 V 姐最霸氣、最發號施令嘅嗰一個 tone 嗰個語氣，係啦，有啲咩想專程交代、吩咐面前嘅所有人，一定要做嘅嘢。呢個唔係我主場，呢個馬來西亞。你去到邊度，邊度都係你嘅主場。唉，馬來西亞觀眾嚇，我係自己有啲搞笑，揾唔翻 V 姐個通。可唔可以用個阿咪啊？都得都得。馬來西亞觀眾，我哋呢一部嘅《夜王》喺2月16號就會喺馬來西亞正式上映。咁咪見到我哋幾個演員啦，開唔開心？開心！想唔想再開心啲？想！咁就入戲院睇《夜王》啦！好！哇，好正啊！咁我希望大家真係買飛入場，因為咧《夜王》呢一部戲咧真係太多驚喜啦！無論係今日嚟到現場嘅有 Sammy 鄭秀文啦、Fish 廖子妤啦、Miko 黃潔琪啦，再嚟有其他演員，都會令你真係相當嘅眼前一亮啊！都會覺得哇，導演好正，因為導演將個劇本寫得好好，將每一個角色都寫得非常之立體，大家都有好好嘅發揮。OK， 你們一定會去支持這部電影的，對不對？
接下來我想要問一下 Miko，OK？我哋唔問電影嘅嘢啦，我哋想問嘅，因為你嘅平時好中意去跑步啊嘛，我哋而家要幫你嘅 fans 攞一啲福利啦。會去邊度跑步？一定會遇到 Miko 嘅咧，會唔小心咁跑下跑下，Miko 你喺度啊，同你影張相先。咁新年嘅話，我就會去冬日啦，夜總會嗰邊跑下步嘅。係，但唔錯，佢嗰邊嘅環境好多靚仔靚女，大家可以去嗰邊跑下啦，仲會遇到 V 姐㗎。係啊！哇！地址喺邊啊？地址喺全馬戲院。16號就可以去跑㗎啦，好犀利啊！就係全馬戲院，係啦，入到戲院睇夜王嘅時候，你就會見到我哋所有嘅演員們㗎啦嚇。好，今日咧大家其實好早嘅時候已經嚟到度啦，就喺呢度排隊啊、買飛啊、入場啊。咁我哋不如同佢哋在場嘅所有人影張大合照啊，好唔好啊？好，睇完夜王之後，不妨再睇多次，4月去睇埋我演唱會，雖然都賣晒你啲飛。賣晒啦啲飛。今年我哋可以見2次 Sammy， 係啦。如果買2場嘅話，可以見3次 Sammy。OK， 導演有啲咩想同大家講嘅？最後，我覺得真係要同大家拜個早年啦，希望大家馬年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健健康康。耶！頭先我都有同咧 Pavilion Kuala Lumpur 嘅代表佢哋講話，我好中意喺一度主持啦，可以集所有嘅外地嘅朋友、唔同嘅城市嘅朋友聚集喺呢度。咁我哋都想好好咁樣多謝我哋嘅 Pavilion Kuala Lumpur， 有請 Pavilion Kuala Lumpur 嘅代表上台嚟一齊影張相。頭先已經講咗啦，我哋為咗呢一部電影啦，推出咗宣傳曲，再次嘅改編或者係重新編曲啦。呢一首歌叫做《星獸傳說》，有請我哋嘅國號 Music Go！ 我哋都準備咗一啲禮物，係啦，要交俾我哋嘅主創團隊。嚟，交俾我哋嘅 Sammy 導演 Fish 同埋 Miko， 係啦，你想派俾邊一個？你想送俾你嘅 fans？ 係可以，小心大家唔好推 ，OK？ 小心啊，千祈唔好推。OK， 好。邊個想要 Sammy 嘅 ？Fish 嘅、Miko 嘅同埋導演嘅，快啲嗌大聲啲！後邊嘅朋友，你哋唔好懷疑啊，可能佢哋嘅臂力係好有力㗎，可以一掟到你哋後邊嗰度㗎。OK。Miko 給點力 ，Miko 給點力 ，Miko。平時做 gym 的力量，小心啊！大家唔好推撞啊 ，OK？ 安全為主，係啦。導演好 gentleman 啊，導演係直接咁樣 pass 俾佢哋㗎。準備3、2、1，夜王大賣，興啊！多謝 Jack 導演，多謝 Sammy， 多謝 Fish， 多謝晒，多謝。多謝你哋，2月16號入戲院睇夜王。耶！多謝。接落嚟我哋就買飛支持啦 ，Thank you， 多謝導演，多謝 Sammy， 多謝 Fish， 拜拜。講真，工作日都有咁嘅氣氛，真係估唔到啊！鄭秀文送禮嘅一刻，全場即刻爆晒啊！你會唔會想親身嚟睇？留言話我知啦，我哋下次直擊再見。